中央社新德里23日综合外电报道，印度北部一座非法爆竹工厂今天发生爆炸事故，造成至少10人丧生。炸弹处理专家小组奉命赶抵清理现场。爆炸事故发生在北方省 Uttar Pradesh 巴多希地区 Badohi， 爆炸造成广泛损害。当地居民抵达现场时，只发现受损建筑废炉中的罹难者尸体。一名资深省警官告诉记者，那座爆竹工厂伪装成地毯工厂非法营运。那名警官又说，包括炸弹和鉴识专家在内的特殊团队已抵达现场协助清理及调查。媒体报道称，那座爆竹工厂囤积大量非法炸药。译者刘学元1080224